中国近代史，现在不是近代史吗？中古史，是清代的呢。对啊，要讲去近代史的。清代条约涉及传教的，一恰克图、黄埔、三天津是北京啊，恰克图、黄埔、天津、北京啊。耶稣会教士贡献大，中断因为雍正禁教中断。
条约啦，各地最多的条约，爱芬条约，赔款最多的条约。薪酬啦，薪酬合约，开港开埠最多的合约，东三省市域条约。这是在讲条约。西北门路洞开因为伊犁条约，开门一道是中俄密约。京畿门户洞开是因为辛丑合约，义和团之后呢，辛丑合约，日本进军东北啊，因为东三省市域条约。日本势力进入东北，因为东三省市域条约。俄国吗？地中海哦。圣斯泰华诺条约了，俄国势力进入地中海。圣斯泰华诺条约。
关宗教交涉的条约啊，夏克图条约、黄埔条约、天津条约、北京条约。石敬瑭的瑭那个字错误了，部首错误。好像左边是协议部吧。二家不平等条约。或许应该1923才对啊。63条约。印象不确定了。